高丽菜是最近咧大出，这价销嘛一直咧落，干那采收的人工成本都袂无够，反而有真侪农民就规气开放互人版来拍熟卖。今年已经72岁林太太，一个人压伫田里挽东白啊，因为82岁先生前2阵仔受伤，囡仔搁伫外地工作，收成的速度实在上慢，互伊真烦恼，所以开放大家来田里采收。总共有差不多4000颗，最好就是自己来，亲身体验也可以哈，还是帮忙也很好，我们来帮忙也可以，都可以的。为了协助林太太挽东北的问题，村长伫网络顶公开招民众做伙参与。最近渐渐开始出现民众来采收，用正俗的价小买去，纯粹体验挽菜的趣味。如果能够自己来体验，顺便来采菜哈，我们比较欢迎。啊，有的村民不方便，像我货车上面也有在帮林大哥把那个菜送到我们的乡民去这样子。除了东北亚花莲的高丽菜嘛，大出介绍帮盘。嘉南乡的高丽菜田摇菜农开放予民众家己挽，品种是高品质的雪脆，比市场俗一半。雪脆就是尖头的高丽菜，对它吃起来比较脆口这样子。目前开放给民众的话，1颗是20块。像这个尖的啊，之前一拆的那个价钱，有时候拆价就要70、80块。我们去批啦，现在已经算是有够便宜的，我们才卖1斤30。嘉南乡农会表示，当年过年后，高丽菜东北的价销对大落。目前确实有真侪菜农开放予民众家己挽，颠倒入去拍卖市场的较少。这个问题其实唔难安尼，要安怎利用冷链技术保存大出的蔬菜，是真重要的课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